為廣納人才同埋推動物流業嘅發展，運輸及物流局已經喺今年3月為中小學生制定咗校本物流課程，透過專題教材套、學校講座同埋安排學生實地參觀物流企業，俾年青人從小喺唔同方面加深對現代物流業嘅認識，培養佢哋對投身物流業嘅興趣。預計有關教材套將於今年第3季推出，歡迎學校掃描以下二維碼瀏覽校本物流課程手冊，並透過手冊內所在嘅連結向運輸及物流局遞交申請表格，以預早表達參與嘅意向。與此同時，學校亦可翻閱手冊，了解課程嘅其他活動，例如學校講座同埋專題參觀。今次推行嘅項目咧就叫做推動物流發展，透過學生參與和學習資源啦。咁其實佢當中係有啲乜嘢目的㗎？今次嘅項目咧，其實得到咗海運同埋空運人才培訓基金入邊嘅物流推廣資助計劃嘅大力支持。咁今次主要目的咧，其實係設計一系列嘅沉浸式嘅活動啦，能夠俾學生體驗最新嘅物流知識，引導中小學生認識呢一個行業上面嘅運作，能夠俾佢了解一個未來升學同埋就業發展嘅未來方向。咁我想問下，今次推廣嘅活動咧係包含啲咩內容㗎？其實今次咧，我哋嘅活動咧準備咗各式各樣嘅材料同埋活動，包括物流知識嘅手冊、小型展覽、物流主題嘅桌上遊戲，同埋好多各式各樣嘅攤位遊戲，包括點樣去做一啲儲倉同埋運輸上面嘅規劃，以及行業內專業人士嘅實地分享嘅。咁其實物流業係包括啲乜嘢㗎？物流行業實際上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譬如我哋常見嘅公共交通工具，譬如係巴士、地鐵同埋渡輪，亦同我哋物流範疇係好有關係嘅。與此同時，香港嘅機場、貨櫃碼頭同埋物流中心嘅設施都係同物流行業組成重要部分嘅。希望大家支持物流業發展啦！同埋今次嘅項目推廣活動。